来看大家的消息，大家高中自由车队进前参加2023年这个亚洲青年锦标赛国家队宣布，第20个入选名单中，大家高中的学生就占11个，打破有史以来纪录。校方表示讲，苏醒团队率来会全力备战6月份举行的亚青杯比赛，嘛讲这场高手拢会当为国争光。 教练比比亚分落去，选手全力踏脚踏车训练加速。大甲高中自由车队进前参加2023亚洲青年锦标赛国家队选手，伫咧公布20个国手入选名单内底，大甲高中的学生就占11位，打破过去的纪录。这次有机会出去就非常开心。 大甲高中的自由车队过去就栽培出真侪亚奥运的选手，这摆11位国手，大家拢真期待会当伫咧国际比赛内底和各国的选手拼输赢。起跑是一个胜负输赢的第一个关键，我们希望把这个第一个关键建立起来之后，沿用这样的速度，我们才能够取得我们预期的成绩。苏醒团队说落来卖专力备战6月登场的亚青赛，希望当替台湾争取到公赢。 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